来看台铁顶个月13号，一台停伫新北市树林的火车，互人伫顶头喷漆。警方总是掠着一个姓江的嫌犯，佮有一个涉案的外国人。警方是个继续的追查。经调阅现场及双北地区近200支监视器影像及网络搜寻涂鸦哥讯息，循线锁定嫌犯身份。本日在桃园机场拘提自国外返台之嫌犯到案，全案调查后，依违反铁路法、刑法毁损、侵入建筑物等罪嫌，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警方调查，这个姓江的查甫人有喷漆毁损的前科哦。伊伫犯案了后换世界的造型，嘛换几啊台客停车，要来比警方的追查。伊嘛向警方表示哦，是因为好耍。犯案了后，人是去澳洲哦。另外，佫有一个犯涉案的外国人哦，警方是佫继续的查。这个姓江的查甫人，总是1万块交保，嘛限制伊出境出海。